写两人的歌，做咱的纪念。证明阮的用心只有你，只要有你身边，不免世间做证据，唯因予你换一片痴情。你是一粒星，指引我的真感情。阮的一生若无你，留伫世间有啥路用？用情愈深，心愈惊来失去你。你伫阮心内，无人会当代替你。用情愈深，心愈惊，有一天你若离开，所有一切只有暗淡不再相信。用情愈深，心愈惊来失去你。你伫阮心内，无人会当代替你。用情愈深，心愈惊，有一天你若离开，所有一切只有暗淡不再相信。好，马上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伟翔，你的歌声吼足扎实哎，足杂白哎。这对于查甫的歌声来讲，我觉得他是很有魅力。他选歌的范围可以很广，因为呢，伊唱真侪歌曲，拢会让人感觉真亲情。因为他的这个声音是有肉声的，但是你即马就欠一个 Q 度。你太硬了，如果再软一点，有时候在层次上吼，咱的这个分配，感情的分配，会当互柔软的所在，会当有更加特别的一种分布，我觉得它会更棒。可是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，非常好听。谢谢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伟翔，老师好。就是听你唱歌呢，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，就是你这次真的是准备的很充足才来的，就是很明显有听到这个感觉啊，所以有很多就是一些细节，其实那是要练过、有沉淀以后才能唱出来的一个高音哦，这一点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甚至是3个最好的。啊，谢谢老师。然后这首歌其实选得很好，我觉得就是你就是有点紧张啊，就是紧张到让我觉得说很想再多给你几次机会，让你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啊，把这个努力更成熟的呈现。我希望这种心情啊，谢谢。然后小雨，老师好。好，这首歌啊，我仔细来讲一下。好。然后你知道一首歌啊，最厉害的。最高潮的那个段落哦，都不是因为音把它写出来的，而是靠唱歌的人从一开始一步一步把它堆叠起来的。是这个张力，让我们听歌会陷入一种心情，甚至回到自己身上的经历去摸索这种感受啊。这首歌你看它副歌哦，帮我去飞，去飞，去飞。你看我这首歌写那么多 key 飞哦，作曲者就会知道说，如果要往上扬。一直堆叠上去，不能一直这样线着想，那就会很直。你可能要有一个再上去啊，所以这歌有4遍的副歌，是要让你表现出4种不一样去不飞的心情，看你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感觉。这个排列组合怎么去呈现这个可能就跟音乐剧最大不一样，因为音乐剧在现场就是要很实的让大家听清楚每一句。但是在这个歌唱比赛，甚至在录音室唱歌，这些细节都很重要。好，你要让我们进入你的情绪里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伟翔，你
平常练歌有没有揣摩的对象啊？有练过豪哥的歌，你唱过我的歌？嗯，我没有一首有红的，你要选哪一首？爱一半，然后《哎呦回给青春》也有练，没给青春你有练，有。啊，2句来。 2句哦。人生风予我大嘛着行，爱坚强是你送阮的话，真心的感谢我心爱的，恁的爱是阮的蜡烛花。哎呦，哇，真的有我在这边练。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有代班的了。我最近那个宣传的通告很满，有一些可不可以麻烦你，就代表啊， OK，因为通常应该不会被看出来，不会被发现不会。不敢当。